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赶紧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家己伫昨昏暗时雨是规汤倒，中部1点钟的雨量捌超过200毫米。伫德家发生水崩山，规个土煤锅是冲入去人的厝内。虽然住户有随走出来，不过厝内原底今仔日要出山亲人的遗体，就安尼待伫土地。咱若台82快速道路嘉义中和交流道，因为淹水的情形真激烈，有几台车是照拢淹去。消防局出动救生艇，甲掉伫内底民众救出来。不过嘛，传出伫一台车内底发现2个老大人的遗体。中乡社内土石流，甲徛街规景拢砍掉的。虽然多户人有走甩，不过坑地内面病毒也个遗体未灰搬出来，拢被带伫咧内底。嘉义伫70暗落雨大雨，中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中部乡市雨量超过200毫米。德甲乡文芳村有10几户民体和土石流砍掉的，因为山区落大雨，可能会走山，爱调机具去里斗3工。现在还有人受困吗？有。救援人员用船甲人救出来，雨大雨后第82线嘉义县市交界引金2号桥附近，中和交流道淹水，不传讲有几多台车和大水淹甲规台车拢看袂到。消防局赶紧派救援船去事发的地点，好赶在所有人拢救出来。它水已经挺高了，当我要转的时候没熄火了，嘿，1分钟过后，就开始慢慢淹起来。我们出动了多艘的这个救生船艇那在今天的救援过程当中总共救出了有18位的民众，大概有1个人的高度。车主讲，迄当阵因为看袂啥清楚，车驶过去时阵才发现水淹甲正悬，大人囡仔拢满面滚烫正骹，不过好加在所有人拢救出来。另外，伫嘉义县新港中也因为落大雨，水未灰小套淹甲脚头骨遮尔悬，真侪人出来家具拢浸水。几点开始降淹4点吧。大雨造成嘉义县内过半乡镇拢淹水，真侪对外的道路也拢未通。嘉义县伫11停班停课1天，为进行最后的重建，而且确保民众行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昨昏落大水雨，地区嘉义甲云林几个所在拢出现淹水的灾情。嘉义县长洪忠良昨昏半暝紧急宣布，因为大雨造成几个所在路未通，嘉义县有超过一半的乡镇市拢有淹水的灾情。所以今仔日嘉义县是停班停课1天。规条路变做溪，居民正无奈，看到家伙拢浸伫咧水内面，有的店面是损失10几万。嘉义县民雄乡的小林村，大概若落大雨就做大水。随着下昼的这场雨大雨，和民众拢袂赴的船。阮这希望讲水门爱看要安怎抽水站。要安怎改善？平常拢爱伊个疏通也好，莫到准备用的时阵临时讲故障啥物安尼。雨有够大，排水系统阁无好，水袂赴的消透。水上悬的时阵，淹要到70公分。嘉义县长王忠良70暗紧急宣布，今仔日嘉义县停班停课，因为雨毋但造成真侪路未通，嘉义县过半的乡镇市拢有淹水的灾情。北仑啦，北仑穿4、5年的所在啦，这若每一片落大拢是积水积到这么严重。受到低压带影响，加过头条对流分溪发展正旺，嘉义县市的雨未输敢若是用倒的，真侪所在是雨量拢超过100毫米。新港奉天宫大殿头前也淹水，好加在无影响到神尊。云林北港镇下昼4点外同款落大雨，民众赶紧关门蹲沙包。我快淹落来，到遐我开门紧流落来。无法度反正都无法度，都做出来听较悬起。这几天山区一直落雨，拄则抢夺的嘉义县阿里山乡的甲129县道8.1公里的所在，因为大雨又搁崩山，为了要维护行车的安全，阿里山连体本支线全部今仔日停驶，等巡检拢安全了，才另外公告复驶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嘉义市有一栋木造的厝，因为袂堪你大雨安尼灌，所以当场全咧倒去。加在是无人伤亡。原来伫台南北河的山区，即摆嘛淹一个真厉害，有几个人掉伫咧山顶，消防人员嘛赶紧去甲因全部拢救出来。
台南市北河区自昨透早到今仔日，总共落240毫米的雨，北河头前溪水规拢涨起来。北河山区徛来离甘堤顶所在水淹甲真严重，淹上深的所在有要到1公尺较低。暗时9点外，传讲有几多个人掉伫咧厝内无法度出来，消防局派6台船20多个人去救。各受灾户啊，因为受淹水的关系哦，那水势大概有那个1公尺高的深度了哈，那居民就近往高处避难哦。大人，你厝咧？有听到声音无？有电话啦。走，迄间电话是知晓人。你等下我睡觉。救援人员除了先伫咧面体锁定救出12个人，并且沿路发声，伫暗时9点50，40个人拢总救出，其中21个人安排暂时住伫咧民宿，其他人去找亲戚朋友斗3工。我们就是这些居民呢，没法度依亲，所以我们会安置在那个虎山小站，也就是那个虎爷度假村，他在那边我们开设收容所。嘉义市南靖街甲行中街路口有一间插起的厝，敢若是挡袂了大雨规间倒来，好佳在无人伫内面。我们已经有通知屋主来拆屋修缮。没想到呢，今天下大雨就塌下来了。我们都在文化路做生意的啦。现在摊车都压住了，没有办法做了呢。这间茶厝内面是摆一个单车，普通时伫咧文化夜市摆单。业者讲，因为落雨无出门做生意，无想到讲伊趁食的鸡丝煞被底害去。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开始，水汽会开始减少。一直到拜五，拢会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顶礼拜受到低压带影响，直直落雨。今仔日水汽开始减少，全台湾各地甲外岛天气拢真稳定。不过过头了后，各地山区甲中南部拢会落雷公雨。若是要去山顶，都要特别注意安全。那气温的方面，即马早暗开始有变甲较凉冷啊，透早是22至25度。因若伫个宜兰甲花莲是降到20度，不过日时的气温也是同款会升到30度至33度。这款好天的天气会维持到拜五，也若拜六礼拜水汽会阁小可增加，伫个南部甲华东地区可能较会落雨。受到进前风台的影响，加上这几天连续落雨，苗栗县火焰山的山路伫咧1.5公里的所在发生大规模的崩塌。林业署新德分署为着依护民众的安全，已经有发公告，请民众暂时唔通入去。也若台中大溪的登山步道，有边坡的石头落落来，其中以6号崩塌的情形是较严重。目前这个路段是已经封起来，禁止通行。虽然最近天气无稳定，嘛是有民众趁着放假无落雨的时间，到苗栗火焰山爬山。不过，行到风景上好的翕相点，却发现步道1.5公里处已经游起封锁线。原来是因为发生大规模的崩山，为了避免危险，步道暂时封起来。4号晚上那天崩了，5号通知说这个路不能过了。都1.48，我们一个山友，他每天很早，就走这边，他就跟我回报说，这个路已经很严重，他们不能过了。有暂时开临时的登山路段给山友这样。火焰山登山协会表示，因为进前连续2个风台影响，佮再加上最近连续几啊天拢落大雨，造成迄个地点发生大规模的崩山。当地登山协会临时开另外一个通道。互山友会使驶过崩山的所在，目前林业署新地的分署已经公告暂时卖入去。另外，伫咧台中大溪登山步道，有几啊位因为大雨造成毁损。6号登山步道受损路段现况较为严重，经评估将会影响民众登山安全。目前已封闭0.8K 至0.9K 路段。台中市风管处表示。6号步道路基老实的路段状况较严重，已经暂时封起来，呼吁民众唔好走入去，以免发生危险。另外，2号步道0.6公里，也有1.1公里2个所在，有边坡土石落来，也有栈道歪出情形，会来委托技术工会现勘判断步道的安全性。如果有必要，嘛会甲2号步道封起来。记者苗栗台中综合报道。接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台湾的演员李弘基自编自导自演的新作品《爱是一支枪》，得到第80届威尼斯的影展未来之星奖。这嘛是这个奖项从1999年颁发以来，头一次摕到这个奖的台湾电影。咱来看《联合报》，68世界杯棒球冠军赛，昨天伫天宝的棒球场来举行。中华队是连续赢8场，袂手以1分比2分拍输日本，摕到第2名。球员是当场流目屎。那日本队这是因对手参加这个比赛头一届摕到冠军。所以咱来看《中国时报》，国防部明年开始实施1年期的义务役，预估会有9100多人。战略学者结中表示，明年国军志愿役减5187个人，等于是10个练兵营。减少的原因内底，99%是基层的官士兵。其中志愿役的阿兵哥是大减少3241个人。至于明年国军主战的部队人力减少，对国军的战力恐惊会造成真不利的影响。所以咱来看，伫咧台北市中山区大直人家厝发生崩塌的这个事件，昨天已经是第4天啊。市府昨天暗时6点宣布，除了受损上介严重的25户。自己若是徛上号住伫咧，抑佫有住伫咧附近的住户，会当登去处理。另外，交通管制的范围嘛有缩较细，为今仔日早起6点半开始开放大直街双向通行。主人摸到家己的宝贝猫咪一直解手，台北市中山区大直的名体，随即发生归档处倒厝去的情形，已经第4天。这嘛有好消息。调一个厝境内面的猫咪阿辉，昨已经被救出，昨早起要带好登记厝来款行李。这哪敢住？因为我们地下室跟这个一样大。看到表面规拢必损，胃还佫一直透到涂骹，互人看到就惊。台北市政府昨晚宣布，经过土木技师甲结构技师等5回鉴定，除了受损上严重的25户受灾户，其他上述户甲附近的大户拢会当登记厝来。1个礼拜。听到会当登记，大户关心的是雅士、水电敢有通经。昨晚有23户登记厝会大，其他153户会担心，所以敢若登记厝内款行李了就离开。因若落去的25户，13会开说明会讨论中间的代志。伫咧安置的部分，市府讲登记方面已经选好南港的中介体来安置，包括家具、冰箱、冷气内面拢有。大户若感觉伤远，也协调旅馆互因住。另外，今仔日也对落去的2楼开一个通道，和专业的人员入去勘察结果，看是毋是有安全的疑虑。若无问题，就会互大户入去款行李，配合抢修的进度。交通管制范围也缩小，自今仔日早起6点半开始，大直街开放双向拢会当行。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大直的这个建案，因为施工造成附近的人家厝裂去。董事长陈世平昨天是总算出来开记者会，甲大家核实咧，结果宣布辞职人就随做移走。所来换总经理出面，伊讲目前预估受灾的25户，中间的成本差不多是2亿4500万。不过，针对合建意向书的争议，基泰嘛讲，目前的条件是一平换一平，超过7成的住户受意愿，所以会交予市府来主导。我为了要负起，因为公司是这案子起造人，所以我基于这个责任，我宣布辞去基泰建设董事长一职。所有责任就我一个人来负担。镜头前，几多遍行咧会室咧，因为因公司建案施工不当，造成附近的民体厝歪塌落去。基泰建设的董事长陈世明自初七代志发生了，拢无看人，总算伫初十出面会室咧宣布辞职。不是会去现场吗？那审议了4天都在做什么啊？我想立委说，其实你们好像我们省政府是有这样的状况吗？所有你的事情应该找到真正的专业的团队去回应哈，会给你们具体的回应，好不好？为讲煞了，越头就走，对媒体问题，基泰董事长拢无正面回应。不过，基泰大直的工程出问题，和附近的大户超过400人无法度登记厝的。这么团讲，因有分合建意向书，未审批赔偿的责任。基泰建设是讲，因会成立1亿的信托安置受灾户。这个灾损来讲，到目前为止，它最大的
控制的成本那个可能损失不会到3亿。公司目前的那个存款跟现金余额就有38亿。它以1坪25万的这个原则上的建造费，那估出来的才是那个将近2亿5。但我告诉他说，现在的法规最起码一定有地下室、有停车场，这一个造价的部分我们会作为一个处理。对赔偿的问题，基泰建设讲，无论是安置或者是重建，因拢会当负担，也重心袂脱产。那资金的问题，也有人讲，伫8个月前，大户就讲厝敢若是有问题，因拢无好好解决。也立委表讲，基泰建设敢若是有台北市政府做靠山。是不是因为朝中有人？是不是因为关系特别好？所以在整个民众投诉陈情的过程中，是否完全置之不理？那我想，这个连我都不认识他了哦，这个没有所谓的免审。如果假设待过的那种状况就叫免审，那我往后可能做免审做最多。除了董事长陈世平，不是马政府时期都市计划委员，这回出台一个建案设计兼监造人王德生，也是前台北市建管处的科员，互人质疑有内神通外鬼。副市长李树川反驳问询护航。基泰建设的总经理也否认，讲甲因的建案无关系。8个月前，大楼就也未开始动工，规件代志因为基泰工地施工不当，造成附近客家损害。这么上要紧的是赔偿加大的问题，做落来也要追究责任。规件案件深受涉及到不法的代志，交予检方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在摩洛哥发生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2122个人不幸过亡。地震了后的24点钟至48点钟是抢救的黄金时间。不过目前挖到的大部分拢是尸体。原来咱国外交部嘛宣布，会捐50万的美金来协助摩洛哥灾民灾后复原甲重建的工作。血流愈恶愈深，等待的家属希望敢若愈来愈细。当尸体被搬出时阵，靠甲唔知影人。另外，伫三堡迄边看到有人伫咧替亲人办葬礼，希望死者立土为安。摩洛哥遭受到60几年来上严重的地震，真侪人困伫咧路边已经困3天啊，无水也无通食。لا مسؤولين يطلعوا علينا لا احد يقدموا لنا مساعدات اللي يعاونونا شي شويه。国际红会讲，地震了24到48点钟过是抢救性命黄金时间，最到伫咧南部的灾区就救出1个人。不过目前评估时间愈拖愈长，死亡的人数恐惊还会增加。像离地震震央无偌远的塔菲加特村附近的阿米兹米兹村，强要规个拢变做平地，一座清净寺倒去，真侪农村社区的路和帮来土石冻掉的无法度过，救援人员也真歹入去。当救援物资送到位时阵，灾民拢烧钱抢。Que du pain. Maintenant, ils sont en train de nous installer pour faire du pain et de l'eau et de l'électricité. 国际救援组织讲，摩洛哥政府并无亲像年初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伫发生几点钟久了就向外要求援助。摩洛哥内政部长是讲，现阶段已经接受包括来自西班牙、卡达、英国甲阿联的救援队入境。当局讲，就要定心评估需求，强调若是无好好协调，恐惊无法度发挥效果。这嘛是先搜救，也正伫咧安排物资安置这寡分流的任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来看伫美国宾州有一间监狱，有一个杀人犯盗狱，伊偷偷锁去壁边，用双手甲双脚甲壁踢掉咧，一步一步爬去伫厝顶，想袂到竟然互伊逃走出去。到当时已经超过1礼拜啊，人还未掠倒转来。附近的居民是拢感觉真惊吓，警方呼吁民众都要注意这个危险的人物走入去人的徛家，嘛希望民众会当提供线索给警方。也若监狱内底一个失职的警察，嘛已经甲伊死头路啊。监视器的画面显示，有一个穿白衫的犯人，骹手是真猛烈，趁人无注意，用骹甲手甲两边的壁踢掉咧，全呢爬去离监狱的厝顶。所来通过一层一层的铁网甲栅栏，成功盗狱。警方证实，这个事件发生在美国宾州切斯特郡。这个盗狱的犯人是巴西的卡瓦坎特，今年34岁。因为伊甲伊33岁前女朋友刣死，
犯一级谋杀罪，hom判终身监禁，而且未当假释。想袂到，已经人伫8月30日，趁无人快船逃走出去，到达是逍遥法外超过1礼拜。警方连续几夜工，展开6空的搜查，而且甲赏金提悬到2万块的美金，呼吁民众会当积极来提供线索。I believe he has always been very dangerous, and I've said that from the start. He's already murdered 2 people, one in Brazil and one here, in a very brutal manner. He's a very dangerous individual, and he remains so. 警方指出，这个人物是真危险，提醒民众都要注意。也若当地2间学校因为考虑安全的问题，捌停课2天。目前有几啊条线报显示，这个重刑犯捌伫离港到3.2公里的树林内底出现，甚至有风声讲，伊捌走去人的人家厝找物件食。不过附近的居民大家心内是真惊吓。We know where the prison is, and oh gosh, that's so close. But I don't think I had, and probably my neighbors had any expectation that he would be coming here. It was just sort of oh wow, that's close. 另外，因为这个犯人逃狱的时阵，伫监视他接近的警卫并无发现，监局表示会加强安全措施，增加看守的警力，而且调查内部敢是有人涉案。事实上，这间监局今年5月，都有另外一个犯人用同款的方式要逃走出去，不过随着防发现掠倒转来。这届阁有犯人大胆逃狱，监局绝对是闪袂过相关的责任。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车闸访问越南，宣布将2国的关系提升到上关卡的全面战略同化。拜登阁讲，已经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而且讲中国经济无稳定，北京恐惊是已经无法度拍台湾，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已经补甲规个卢厂厂啊。来看，意大利是7大工业国集团 G7 内底唯一甲中国签“一带一路”的国家。西方烦恼讲中国影响力会拖到欧洲去，要求退出协议的声音嘛愈来愈大。意大利总理每6年参加 G20 峰会时阵，也讲要退出“一带一路”。来关心 G20 伫咧新德里举行高峰会期间，加拿大出现针对印度的抗议，因为不满涉及到抗议的活动，印度的总理莫迪向加拿大总理表达严正关切。再来，咱来关心2024年的选战。罗清德昨昏透早去嘉义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根据美丽岛上新的民调，罗清德的支持度即马是已经爬到要4成，好友谊拼过郭文哲，也若郭台铭是无甲1成。针对外界质疑讲，郭文哲捌做过台北市长，即届对台北厝立起的代志是煞拢叫点点。郭文哲讲，伊无做市长已经真久啊，即马敢若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尔。动算，清掉，清掉，清掉！动算，动算，动算！首期出席嘉义市县内台湾校运会成立大会，民进党罗清德致辞时阵表示，捏做动算，除了捍卫台湾主权、维持两岸和平，也提出包括关怀弱势族群、辅助中小企业等3个承诺，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支持地方的产业，支持社会企业，安尼让少年人会当转来故乡。有中央的支持来和地方政府合作，改善基础建设，安尼台湾才会当均衡发展。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显示，四卡都的情形，罗清德支持度39.1%冠军，侯友宜19.6%，超过郭文哲的16.1%。那郭台铭的支持度是落破1成，剩8.1%。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一段时间。能提出人民有感的政见，破例改革，解决民怨，这才是身为总统参选人赢得信任最主要的关键。自2024大选卡无我近知影，敢好到成功整合，大家得注意。前立委区嘅表示，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愿意出手整合，担任知影3人嘅汤库，暗过希望会当得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支持。过关阵营马龙有表示，韩总要出手来帮忙在野整合，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啊。所以我相信韩总也非常认同郭董这个理念，在野一定要整合。韩国瑜现在是无冠一身轻嘛，而且他这个还蛮豪放的，也很随和。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也没有那么严肃了，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个也还好。而且我跟韩国瑜本来就很认识了。
针对外界质疑对基台台铁案无评论，郭文铁表示已经真久无做台北市长啊，即摆是一般市民尔。若是迄个时阵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所制定的台北市建筑施工损林事件争议处理规则，是毋是互建商有救援兼裁判的问题？郭文铁是讲，若做各方有意见，会当找第三方来鉴定。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政府有咧推动绿电。有风声讲，台电伫咧讨论讲要做绿电的销售商，规划伫咧台南甲江滨的3个供电场，要提供5000万度绿电，互民间的企业来买。这个一度电差不多是4.8块，上紧伫明年会开始供电。不过台电讲，目前是还咧讨论尔，嘛还未定案。为了协助中小企业买无绿电的困境，传出台电由于放松开往橄榄手无卖政策，初步会卖小包装的绿电，互中小企业买到。价格是已经有稍微便宜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再精算一下，便宜要有感啊，没有感的话，顾客不上门也没有用啊。根据经济部统计，2030年台湾企业需要绿电超过318亿度，避免绿电遭到部分大厂买走，中小企业买无。传出台电要推出小额绿电的销售计划，主要是以家己企业台南盐田，也有江滨2个光电厂绿电为主。低价可能伫每度4块8，比市场光电的每度5块到6块也较俗。契约分做1年、3年、到5年，预计明年元旦供电。听讲台电的销售5000万度的绿电，也都分做1万、5万、10万到50万4种，不过一个电盒敢若买1包。以国内大公司来看，平均一间大约20到30个电盒，以30个电盒来算，就算大公司拢买上大包的，总计大约1500万度的电，以外也有价会使互市场。台电几乎已经囊括了市面上大部分的绿电资源。如果它以手上庞大的绿电供应量进入市场，并做出相关的配套的话，首先是它可以加强供需平衡，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透明。台电本来就具备卖绿电的资格啊，那个都还没有确定啊，那个价格什么的，你所有的东西都要讨论之后报到我们自己的内部要核准，再报到部里面去讨论说，这样适不适合。专家认为，若是台电要卖绿电予中小企业，短期会使缓解市场上绿电买无的问题，长期效益依然有待观察。不过台电回应，尽量伫内部来讨论，也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伫台中有民众，伊明明就无食酒，却去有警方甲抓落来做酒测，分落到地数值竟然是超过标准，讲伊食酒赛车要甲办。要求甲问好清楚，才知影讲，原来这个民众使用落嘴的药水，带酒精的比例有较悬，所以机器一个测落才会超过标准。我真的没有喝酒啊！我一定让你漱口嘛。悉尼的民众真激动，因为伊伫台中大甲区的路边拄到警方临检，警方好亲像闻到酒味，摕酒精检查器测量，发现4名的民众酒测值竟然达到150，互当事人甲员警拢感觉真意外。怎么可能测到150？我已经8年没有喝酒。员警嘛感觉无啥亲像啉酒，所以互4名的民众录取了后再搁测量，到尾数值是0。民众这个时阵嘛才放心。不过到底是安怎有这么悬的酒精反应？经过警方甲员警的药，应该是落喙水。这个是很明显的啦。悉尼的民众表示，最近因为起花红过症，所以要落喙水来使用。不过，伊无注意到这款落喙水的成分有95%的酒精。落喙了后，落喙水流伫喙内，才互警方测到酒精反应。因为含有酒精的成分所以在检测器在施测的时候会有闪灯的状况。而由于这个酒精检测器它施测的范围是150，那他这位民众当下施测的时候就超过150的上限，以一般人来说的话，150是属于昏迷的状况。警方表示，市面上所卖落喙水有分做含酒精甲无含酒精2大类，民众购买时阵爱注意。以往嘛捌发生民众食槟榔奶制了后，酒测拢超过标准，所以警方伫咧执行酒测进前，拢会请民众先落喙，排除影响酒测值的因素，通保障民众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即摆人是真爱看戏出。有真侪人是看到日暝唔敢去困。有眼科医师就讲，若是长期安尼无顾目睭，尤其是约未20岁少年人，近视恐惊会愈来愈严重，造成视网膜变薄甲分离的情形，而且嘛有可能会引起心血管甲腰子功能退化症状。
你嘛是真爱看影集的人吗？尤其是爱看影片，正进入上精彩剧情时，更加唔敢甲电视关掉，一集一直看。结果看完影片，往往已经半暝啊。看到早上起床，看到凌晨要把这部片追完，一样会看到天亮，就把它整个都把它看完。虽然看影片看真欢喜，也毋过有间科医师林美芳发文提醒，20岁以下少年人因为目睭也未定型，目睭近视速度一日就会加深，你近视度数一旦加深，就会让视网膜变甲更加薄，造成视网膜剥离的风险更悬。若是度数超过500度的高度近视的人，得到视网膜剥离的风险会比一般人也较悬。不管你是追剧啊，或者是你可以看网络上的一些任何影片啊，常常在使用3C 产品的话，都有机会让这个近视加深。那近视加深，网膜剥离的机会当然就会增加。另外，伤暗困一直看影集，唔若伤目睭，就连腰肌的功能也开始状况。腰肌科医师洪永祥根据2016年发表的国际腰肌医学杂志研究，对中平均58岁中年人困不到5点钟的人，有将近2成的人在短短11年内底，腰肌的功能衰退超过3成。没睡好，交感神经就会让血管收缩，血压就会高。血压一高，对肾脏就是不利。其实不止肾脏啊，其他的器官哦，脑啦、心脏本身都是一种负担。医师呼吁有充足困眠的时间，才袂互血压升悬，影响腰肌的功能。要用目睭30分钟，嘛要休困10分钟，才有法度确保这目睭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见识少，大学招无学生，高等教育的品质嘛出现问题。私立学校教育产业工会昨天办理高等教育改革论坛，重点在讲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私立学校退场，也有甲公私立学校合并的议题，希望会当带动社会讨论来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困境。现在全部都是讲那个 KPI 的，完全是量化的。没有直化的啦。面对台湾高教所拄到的一寡难题，学者专家轮流发表意见。暑教工会召开高等教育改革论坛，探讨高教资源的分配，也甲最近大家伫关心的私校退场、公私并校这议题。我们政府也要谈到一个问题是，那个要不要让私立学校存在？公立大学是依据大学法，私立大学的话是依据私立学校法哈。那涉及董监事的监证啊，法人财产的移转啊，还有更重要的是董事会的意愿。因为台湾的大学数量多，国家少子化严重，部分学校面临招生困境，所以学者呼吁教部应该爱推动公私立大专院校合并，搁爱定诱因，提升双方的校务发展，促使高教公共化。学校之间要谈合并，那它其实可以从比较异质性比较互补的领域去思考，让学生做全人教育的守备范围可能变大了一点，也不太需要面对那么多并非学系的这样的一个挣扎，就应该要让公私间的一些差异能够消弭，让我们国家来负起高教资源里面它适当的分配。学者认为，世界的高教发展趋势已经为精英教育渐渐变作大众教育。台湾的公私校教育资源，包含学费也甲教职员的财务，拢有真大无共。希望教育部会当重视这现况，协助消除公私立学校的差别，才会当让高教体系有新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已经开学啊，囡仔去学校上课，大部分拢是食学校内底营养午餐。不过，这个菜色营养感真正有够咧。日后联盟的调查发现讲，这个学生囡仔食的营养午餐，甜的甲加工品占伤济，气味嘛无介偌好，无怪逐工都拢剩一大堆。而且囡仔嘛讲，定定嘛食袂饱。咖喱或是青江菜，他们有时候都会有化学的味道，汤，然后萝卜跟玉米，然后还有冬粉，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吃不下去。伫学校食过倒一寡无介意的营养午餐，学生有真侪经验。有一寡菜是全部蓝豆丁炒，有一寡菜定定出现。
联合联名调查有8成学生营养午餐不食未饱，盐焗村的菜却是未少。学生观察只有3成的菜色会被食完，蔬菜类有65%，会剩1/4桶到半桶以上。主食这个面甲饭也有一半会剩至少1/4桶。还有一次有吃到过一只大概2公分的菜虫，我觉得重复性高是一个特点。同侪之间的改变，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养成珍惜食物的观念啊。但是单叫他们珍惜食物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毕竟有些菜色就是真的不好吃。调查中发现，7成学生表示有无介意吃的菜，6成讲是这个味无介意，也有4成认为口感无好，菜色伤重复，甚至有7.9%讲不食到唔知是啥物物件。营养午餐的平均分数只有51.3。而且调查150多间的学校，有超过2成每礼拜提供2摆以上甜的物件，将近4成是每礼拜提供2摆以上的灌肠，也有定做的规地食的加工品，也未少真甜真油的饮食。虽然讲较吸引学生，但过营养确实无够。其实政府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定，但营养师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各县市政府包括在费用上的补助，或者是执行的相关方式都不一样，可能在监督机制上不够完善。李炳认为讲，各地方政府会因为财政也是其他在地因素影响，造成这个共餐制度全台无统一。呼吁政府学日本、韩国制定营养午餐的专法，并且让食材、人数、设备这计数更加透明，将获得提升营养午餐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电影风上头，咱来看在婚林西的福兴宫，已经连续几啊年，因拢甲中原普渡拜拜了后的物件送予给收入户甲慈善团体，而且里长来斗3工送予弱势家庭，互需要帮助的人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拍开普渡这片盒，内面有各项民生物资，包括面条、罐头和饼等等。由警察、工作人员搬上车，准备要再等于送予给收入户。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真侪慈善团体的募款大幅减少，近2年收关键的物资嘛不如以往。其实，在疫情影响下，在近几年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今年慢慢的有回温，所以其实在今年的份数是有提供有增加的情况。那这些普渡品我们都会整理过后，帮助我们在地的弱势长辈们。传承8年的沙梨街普渡，由沙梨福兴宫附近的点啊和各地善心人士共同占卜。今年普渡超过3000桌，普渡的物资增加3成，普渡贡品拜拜后，会分送邻近5乡镇公所，希望会当帮助弱势家庭。去年啊，拢将近2000几份，今年的咱这个月的普渡有啥物4000几份，咱今日送出去1000多份，佫有等下人来领，佫加2天。我哋佫再次将一寡物资送予咱这老人会也是什么长青食堂啊。低收入户啊，是讲咱这受到关怀的这些家户呢，减少掉因的这个支出呢，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会减少掉因的负担。沙梨福兴宫表示，除了个人份的普渡品，由5乡镇公所警察人员帮忙分送外，佫有白米、泡面等等的物资，会直接转送予慈善基金会公益团体，希望需要帮助的家庭感受到社会关怀。记者王文报道。一年一届的屏东恒春的唱歌，今年因为风台停办，所以咱台湾今年唯一的唱歌会伫咱人7月30在宜兰的头城举办。去年有一个40岁法国人，伊摕到第3名。今年伊要挑战难度更较悬的高浅。另外，阁有一个30岁的日本人，因为写论文的时阵去接触到唱歌的文化，今年要家己来试看卖，所以决定报名参加。法国选手甲队友用贴落汗的方式练习爬起的高坪，落完了后全身拢是无油，这么辛苦练习，就是要为14半名头城唱歌活动做好准备。你说对，好玩，run after the ghost。伊平常时都爱练少林功夫，也爱爬壁运动。2019年要参加头城唱歌，在饭牌组第3名，今年挑战关渡难度更较悬的高坪。伊讲双手讲爬起来感觉亲像好贵肉，唱歌真是真好耍，个人交朋友。第一摆编起的饭片来自日本的丰岛城，过去是台湾的高外学生，所博士论文探讨台湾民俗活动。伊表示，台湾民俗活动除了唱歌、盐水风炮、马祖绕境，拢都有结合运动的特色。这摆是第一摆参加唱歌。我觉得，因为刚刚那个体验
换bom吧，这个吧，对。然后我觉得很危险，我现在才知道真的是危险。台湾唱歌北头城谈恒春小名，今年恒春唱歌因为风台停办，头城唱歌是今年台湾唯一的比赛，也是疫情结束了后第一摆举办，各界拢正关心，外国人来参加增加未少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的消息，咱来看杭州亚运空手道，咱台湾这届有4个查甫、4个查某参加比赛。伫个女子对排项目，郭晓松是顶一届50公斤级的头名。因另外一个高翠萍是2014年仁川亚运就摕到冠军，经过脚受伤休养一段时间了后，即马回来要来搁拼亚运。亚运空手道培训队4月中确定代表权选手了后，训练更加精实。27岁高翠萍甲26岁郭晓松拢来自南投的空手道有名学校旭光高中。就算高3就一直都一起了，对，然后也是一直进到这边，所以。但是可以一起出征是算第一次，亚运这样子一起出去是算第一次。台湾的好手布农族之光，台湾之光辜翠萍第10金。高翠萍2014连选亚运50公斤级夺金了后，一度家己未失去。毕竟2018亚运进前，因为超重失去参赛资格进协会，当时补替人就是郭晓松，并且在这量级摕下金牌。当看到学妹18年那时候亚运金牌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那我要重新开始，然后告诉自己再为自己打一次亚运。为家己搁再拼一摆亚运，阿基里斯卡筋却是伫过一年长期重伤，高翠萍无被拍败，半年重回练习场。当下是很辛苦，就好像你要怎么开始学会走路那种感觉，对。然后但是其实这样一路走来，就是时间过蛮快的，然后告诉自己赶快。把自己就是弄好。2021世锦赛夺冠，2022土耳其公开赛摕下铜牌，今年7月中摕下个人伫亚锦赛头一面金牌。高翠萍今年才文子魂转战55公斤级的比赛，而郭晓松要伫50公斤级追求2连霸。不过伊讲今年亚运将是甲结果别战，会以享受甲珍惜的心情来面对，顺其自然，然后。稳扎稳打，就是做好自己，那不去在乎输赢，这样子就是我的实力，我能做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不会去觉得说输掉了很可惜这样子。已经有2个亚运金牌，辜翠萍跟谷晓双有把握夺金的项目，这样因为也是各国比较会避开我们的项目，他希望可以男生也可以为我们抢下至少1块金牌这样。郭晓松一直有伤，那团队照顾男朋友吴俊伟也要出战84公斤级的比赛，也伫阵中来陪伴甲激励。8月下旬已经好甲差不多啊，希望因甲男朋友也佮学者斗阵伫亚运拼着金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日本，伫全球解封了后，日本正做游客行大的好所在。东京业者即马推出小演主题旅游，因甲小演的比赛结合表演的元素。互游客会当近距离来欣赏演出，也阁会当食在地真出名的糋猪排。这是东京都表田区一间用趣味大肥小演表演招人客餐厅，扛棒就叫做“怀公糋猪排”。虽然场地规模不如每年举行大小演的国际馆，或者是体育馆，按过引进国际观赏，甚至甲选手斗阵翕相，互餐厅开播以来人实在通通。口コミとあと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あと結構 YouTuber の方、海外の YouTuber の方が撮影しに来てくださって、その方に紹介してもらってっていう形です。Alors j'ai beaucoup aimé,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On était très près des sumo, on a vraiment pu tout voir. Ils étaient vraiment nombreux, je ne m'attendais pas à ça. Et c'était très impressionnant et super intéressant à voir. 除了安尼餐厅参观小演部分，也就是大小演各地会馆团体训练选手的所在，也同款是一定爱回行程。Because of travel was shut down almost for 3 years, especially even Japan almost 4 years, that it's opened up and it's like I can't have that for 3 years. Now I want it even more. It's sort of like they take away something, now it's like more interest in it. And I would say mos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know that Japan is different and an experience like no other place.
大肥小县这种古老禁忌，起源年代已经无法度克服，发展到今仔日，除了日本土的选手人才真多，也有袂少外籍选手也真受欢迎。为一个人口比例真悬的美国夏威夷，甲同款流行小演的蒙古甚至欧亚交界超者共和国，拢有袂歹成绩。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以来，受到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也是产业嘛无法度去欧洲拍片，即嘛因的剧组大部分拢改去罗西亚伫咧波罗的海附近的飞地领土拍片，翕中东欧相关的场景。这个所在伫咧二战进前是德国的领土，当地建筑物也佫有大路，也佫保留日耳曼的风格。也若当局嘛积极投资甲做翻修，希望当增加影视产业也佫有观光的收入。苏联红军甲纳粹战斗闹热滚滚，闹过德式街路较长伫镜头前精准重现二战的气氛。这是俄罗斯伫波罗的海边甲本土无连接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东普鲁士风格建筑正做欧盟抵制之下，俄罗斯剧组翕真侪欧洲场景的替代地点。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 это вот такой кусочек Европы, который нам сейчас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доступен, потому что Европа сейчас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не очень нас рада видеть. Вот. Ну а здесь мы закрываем такие, скажем так, города, как пригороды больших городов немецких или пригороды больших городов польских. 加里宁格勒伫波兰甲立陶宛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是俄罗斯伫欧洲唯一一个冬天未结冰的港口，有相当的军事战略地位。当地到1945年进前拢是德国领土，以前叫做克里斯堡。日耳曼建筑特点流传到即马，上名就是克里斯堡大教堂。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欧盟受安制裁，真侪无方便，依然无法度阻止俄罗斯导演制片去当地拍片，因为伫在地演员话相通，费用是卢布来付，甲出国比依然方便真济。Ситуация с съемками в Европе, она показала то, что гораздо удобнее снимать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се то же самое, что раньше снималось. Считайте, из 12 месяцев у на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нимается чуть ли не каждый месяц, снимается какой-то большой проект. 当局即马拍算阵用地理文化优势，计划大规模翻新扩大欧洲风味场景，甚至拍出波罗的海好莱坞的名声，为旅游甲影视产业增加吸引力。公司新闻是会长评价。在美国的西点军校，5月份发现一个200年前的阿伯，大家是拢感觉真好奇。军校伫200举行典礼，佮做网络直播，准备要来甲拍开。不过开了后，大家是看一个全的硬气，因为阿爸内底敢若规个看到图尔，还佫有学着几啊个18世纪甲19世纪美国的金角啊。美国西点军校伫200调集全校师生甲来宾，伫直播镜头之下，将正式开放这个台地涂骹底活200年的时空揭幕馆。时间1分1秒过去，现场突然发出笑声，连开放的考古专家也忍不住笑起来。现场人士为直播荧幕拢看到阿爸内底除了一寡阿摩图，其他啥物拢无。开放专家也找其他人来协助敲进，唔敢相信眼前看到的情形。Didn't quite meet expectations. There is a layer of silt. That's what we were removing here that settled in the bottom.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bottom had bowed out.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from moisture penetration. 200年前的时空揭幕馆内竟然无物件，互现场人士真失望。那西点祖先伫200年前台的时空揭幕馆，敢干那咧滚耍笑？负责的团队初步检判，受到土壤水分甲落雨等环境因素，造成阿爸内底物品因为湿气渗透时间一久，就互侵蚀吧。If you get that water infiltration 200 years ago or 150 years ago, over time, it's going to break down. And after 200 years, you're left with dust pretty much. 西点军校团队进一步深入分析涂刷层，总算发现6个银角仔加一个纪念碑。银角仔年份包括1795年到1826年，分别有美金的1分钱、5分钱、10分钱、25分钱、50分钱加1块美金，也有一个1826年纽约州伊利温和的纪念碑。Even if it didn't last, if whatever was in there didn't survive all the way to the present day, some effort was made. So we want to honor that, and we want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that was.
5月份，工人伫铁路促成西点军校建校，当时也是独立战争英雄。可是雅斯科当上的时，伫基座下面发现这个时空阿嬷，当上伫109年完工落成。历史专家推测，阿嬷真可能伫完工进程就互放入去。专家研判，阿嬷内底应该把有文件纸，还是插头的物件，因为水分渗透所来回顺。最近会采用机器扫描查验，一定要找出西点祖先伫时空金毛港留落来更较侪遗产甲信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31度。再来，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